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。马太福音28章16节到20节。11个门徒去加利利，到耶稣指定因去迄座山顶，因看到耶稣就甲伊拜。不过有人也在犹疑。耶稣行活去甲因讲：上帝已经将天顶地下一切权柄拢予我。所以，恁着去招万民来做门徒，甲因洗礼，互因归伫父、子、圣神的名，教示因遵守我所予恁一切的命令。就会记得，我逐日甲恁同在，直到今世的结束。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结尾，让我们回想一下马太福音是怎么开始的。耶稣的家谱如下：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代，大卫是亚伯拉罕的后代。这卷传统印象当中最具犹太色彩的福音书，最后的结局却是要带往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国万民都做我的门徒，教导他们遵守我所给你们的一切命令。马太福音所描绘的耶稣是怎么办到的呢？要让都是犹太人的门徒们变成带领万国万民同来做耶稣的门徒，这容易吗？或许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即便到了福音书的结尾仍然记载，可是还有人心里疑惑。但疑惑就是信心的开始。圣经从不惧怕记载疑惑的样貌，因为那是信仰群体的真实样貌。疑惑源自天上和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归给主了，这是我们所难以相信的情境，因为我们清楚知道我们自己有多么软弱，以及这个地上的事有多么邪恶。若非是耶稣很有耐心地不断走近我们，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始终无法体会什么叫做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使万国万民都做耶稣的门徒，意味着人人在耶稣面前平等，都只是门徒，互为伙伴。而万国万民意味着我们都需要跨出我们的舒适圈，走向与我们非常不同的人。在耶稣的同在里，和我们非常不同的人变为同样跪在耶稣面前的人。这是整本马太福音慢慢带着大家走往的方向。它不只是很具犹太色彩的福音，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福音。